在中醫理論中，氣機指的是人體之氣的升降出入，是生命活動的基本動力和運行規律。它主導着臟腑功能的正常運作，經絡的通暢，氣血的生化與運行。通俗來說，氣機就像人體內的生命引擎，一旦運行紊亂，身體就會出現各種失衡和病變。而現代科學中的能量場，更多是物理學的概念，指的是粒子或能量在空間中分布的狀態。雖然兩者有相似之處，比如都強調看不見，卻實實在在存在的流動和變化。但中醫的氣機更偏向於經驗性的整體觀念，包含了生理、情緒、環境等多種因素。關注我，教你從根本養氣血，提免疫，不靠打針吃藥，也能讓身體元氣滿滿。如需個性化調理建議，請私信我或關注公眾號中寶典藏，獲取更多中醫養生乾貨。